正我同大家分享下介紹公司。咁喺我介紹公司之前咧，我想訪問大家個問題：大家有冇興趣知道5年後我哋有咩命運？有冇興趣知道？有興趣知道幾多得？即係但我都有興趣啦，係咪？同我今日嘅話題咧係息息相關嘅，因為我今日會主要有2個重點，就係介紹艾多美呢個事業嘅價值。第一，第二，我會同大家預計下 ，OK， 亦都係呢個係好肯定㗎啦。嚟緊呢5年咧，艾多美事業嘅一個前景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OK， 咁首先簡單都要自我介紹下啦嚇，未做艾多美之前，我本身係做 IT 嘅，我做咗10幾年嘅 IT 啦，喺美資嘅 IT 公司裏邊，即係做管理層啦。咁喺2020年，當我知道有艾多美呢個機會嚟香港開幕嘅時候咧，咁我就做咗個毅然嘅決定啦，我就辭去咗我 IT 嘅工作啦，同我太太Candy 啦好靚嗰位啦，即係咁咧就一齊全職一齊全職咧就投入艾多美呢個事業裏邊啦，咁就亦都感恩啦我哋有公司啦，我哋有創辦人啦，副會長啦，同埋有一班信任我哋嘅伙伴啦，同埋係消費者啦，係對我哋好支持、好信任嘅，一直跟住我哋。多謝大家。咁好感恩嘅，艾多美俾到我同埋俾我家庭咧，有3個嘅自由，自由係好可貴啦。第一個關於健康同埋更加年輕嘅一個關鍵啦嚇，大家有冇興趣想令自己更加健康啲、身體好啲、更加後生啲、青春啲，有冇興趣嚟㗎？有。一個秘密啫。用多啲人多嘅產品 ，OK， 日用，日夜都要用 ，OK， 用多啲人多嘅產品啦，咁就一定可以啦 ，OK。咁事實真係我喺呢5年裏邊咧，我嘅身體狀況啦，同埋嗰個器官啊各方面啊嘅體檢啊，我舊年嘅最新一個 body check 裏邊咧，竟然咧我嘅醫生話咧，佢話我未見過，我10年裏邊都未見過我一個咁佳嘅狀態，即係個咁好嘅身體嘅一個嘅狀態啦。咁呢個都係真係艾多美產品嘅一個功效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唔怕醜都講一句啦嚇，咁就唔係好老啦，我唔係好老啫係嘛？咁我睇翻10年前嘅相咧，就仲老過而家嘅，即係我個仔成日講話，爸爸你10年前仲老過而家，點解咧？我因為好多原因啦嚇，壓力好大啦，同埋艾多美真係好唔同啦。第二個自由咧，關於乜嘢咧？財富自由。財富自由，我覺得都係好關鍵嘅。OK， 我哋錢唔係萬能啦嚇，但係冇咗錢就萬都不能啦，係咪？我覺得係錢唔係多與少嘅問題，最重要咧，我哋係即係滿足或者一個豐盛。起碼我哋唔需要擔心未來，我哋唔需要工作，我哋唔需要去拼搏，但係我哋有一個源源不絕嘅一個收入。OK， 源源不絕嘅一個被動式收入，呢個好重要啦。好感恩艾多美嘅。咁由2020年10月開網到而家，係每日我都係收到一個真係好唔錯嘅被動式收入，一個真係源源不絕嘅，可以能夠令我好安心啦，能夠令我家庭啦、我嘅下一代啦、我嘅上一代啦，都好安心咧，係可以一個無憂無慮嘅生活嘅，呢個財富自由啦。第3個最重要就係時間自由，係嘛？大家有冇見過一啲係喺社會上面好成功嘅人，大企業家、大商家或者係好成功嘅人啦，但係咧係冇時間嘅，大家見到唔到？你要約佢見下面咧，可能要同佢秘書約3個月，都未必抽到時間出嚟，因為實在太忙啊嘛，有時安排到啲日程安排好密啊嘛。但係做艾多美，我發覺咧，原來真係好自由。我記得6年前啦，我同韓國我哋嘅大領袖去溝通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同我講話，佢話阿 Samuel 你要多啲揾我先得㗎。我點解啊？佢話我好得閒㗎，我做咗6年艾多美喎，我而家我好得閒㗎，好多時間㗎。你都有嘢冇嘢多啲揾我啊嘛。我心諗，喂，你係咪嘥命啊？你做咗6年艾多美好自由，好多時間。原來我真係體驗到嘅，係真係好自由，係真係可以唔需要即係話我唔會受呢個打工啊或者係傳統生意啦嘅一個約束啦。傳統生意有生意你行唔行得開？冇生意你夠唔夠得行開？打死都唔夠得行開係咪？但係艾多美好特別，艾多美我哋真係建立起一個穩定嘅消費管道，一個長遠嘅一個收入。而呢個自動式消費、自動式嘅生意模式咧，係真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咧係財富自由同埋
時間嘅自由，呢、個係真係好重要啦嚇。咁我從來都講過啦，而家每日我喺朝頭早起身，我做嗰個足球運動可以就仲可以做司機車我個仔翻學，應該車埋呢幾個月差唔多㗎啦，我上大學都唔會要我車㗎。咁即係我覺得好幸運啦！呢幾年裏邊咧，可以陪住我兩個仔，佢最需要即係成長嘅時候咧，我能夠放好多時間，可以係有質素地去陪伴我屋企人，帶住我兩個小朋友啦。咁呢個係真係好感恩嘅，艾多美真係好多謝艾多美嘅，真係要俾掌聲艾多美嘅。好啦，關於艾多美事業價值啦，我想分5個維度去同大家分享下啦。第一係個產品嘅策略。如果你問我，艾多美生意最成功嘅係乜嘢咧？我第一樣嘢唔使諗啦，一定係佢嘅產品策略。我哋嘅大眾化精品策略，大眾化嘅產品，每人都需要用嘅日常用品、家居用品、清潔用品、健康用品，每一個人每個家庭都要用嘅。而最重要，我哋有一個大眾化嘅價錢，提供一個係優質嘅，甚至係一個叫做一個高級嘅高品質嘅一個嘅產品啦，但係我哋賣緊一個咧係一個低嘅價錢，絕對高品質，絕對低價格。呢、個唔係我哋嗌口號嘅，我哋平均統計過，滿意用家裏邊90%，100個滿意用家有96個用家係會自動翻單，唔需要去推銷，唔需要我哋去即係銷售，係會自己會翻單。咁呢個就係造就咗一個自動化嘅一個生意模式啦。退貨率亦都反映到啦，全球我哋嘅用家對艾多美產品係相當之有信心，因為我哋平均只係講緊0.19% 嘅退貨率，呢個係極低喺行業裏邊，呢個係好低嘅一個退貨率，咁我哋俾到我哋一個好大嘅信心啦。咁真正係優質產品平價賣。OK， 我咁形容啦，有其他嘅同業啦其他嘅平台啦，雖然都係有優質嘅產品，但未必可以做到艾多美呢個特色，就係用一個相對平嘅價錢。好多係高品質就點啊？高價格，高品質高價格嘅甚至有啲唔好嘅商家就係普通嘅品質高價格，係咪？但係艾多美我哋好唔同嘅，高品質低價格，或者簡單啲佢講啦，天花板嘅質素，地板嘅價錢，呢個真係事實嚟㗎。呢個係對我哋成個生意好重要。大家諗下，如果我哋要發展一個生意，產品係我哋嚟㗎。如果你能夠擁有一個咁優質嘅性價比咁高嘅一個產品，就等於咧，我哋喺一條河流河流有上游下游啊。如果係上游嘅水咧，係好容易自動咧，每日都會向下，係嘛？水向低流啊，係嘛？好自然㗎，呢個係好正常現象啊。但係如果我哋賣緊一啲係高價錢或者品質未必係咁高嘅性價比嘅產品咧，等於我哋咧喺河流嘅下游裏邊咧，我要你將啲水推翻上山，向上推翻上去，你覺得難唔難？難。係咁可能。不過好多其他出邊嘅同業，其他出邊嘅平台就係話價錢太高，定價太高嘅時候咧，好難做到一個自動式嘅一個嘅消費或者自動式嘅生意模式啦。就等於好似你要夾硬喺啲水下面係咁推上，係推唔得幾耐。你越推越辛苦，越推越慢嘅。咁呢個真係我睇到係，但係都係好唔同嘅。但係都係呢個產品真係佢識講嘢前嘅，係可以自動吸引到好多嘅消費者啦。第二個就係個商業模式，我哋商業模式如果要講，可能會講兩樣嘢啦。從所以講啦，我哋唔需要入會費啦，我哋唔需要 keep 住一個每個月嘅嗰個責任額啦，一個好低嘅門檻，甚至係冇嘅門檻啊，冇風險，亦都唔需要任何嘅投資 ，OK， 亦都唔需要講任何嘅經驗，每一個人都可以嘅，每一個人18歲以上嘅都可以投入，都可以去參與呢個事啦。而最重點就係頭先阿桑都有提過，我哋一個嘅號碼，我哋一個嘅 membership， 我哋可以唔係淨係做一個地方，我哋係做全世界。你哋有會員號碼㗎係咪？你個會員號碼係好矜貴嘅，你個號碼係好寶貴，因為點解？你呢個會員號碼，你係可以去連貫而家全世界144個國家嘅消費者，即係話你可以推薦你144個國家嘅消費者去成為艾多美嘅用家啦，去建立你嘅事業嘅。咁呢個都好難得嘅，唔係間公司可以有一個咁嘅優勢啦。咁呢個真係艾多美嚟嘅好大嘅優勢啦。第三咧就係、因為我哋用一個係本地化嘅一個深耕 ，OK， 去推向全世界嘅一個嘅持續發展 ，OK。咁以呢個為例啦，以中國艾多美中國為例啦，我哋喺山東煙台有我哋嘅夢想中心，有我哋嘅總部啦，同時都有我哋嘅產業園 ，OK， 有我哋嘅生產線，有我哋嘅全球嘅一個採購嘅一個政策。
OK， 我哋喺中國而家喺中國內地都係5年啦嚇，有冇產品係嚟自中國本土而家推向全世界㗎？大家講講聽，有咩產品係啊？蘋果果菜係嘛？山東最出名係蘋果嘛，係咪？仲有咧？沙棘子我哋3種好味嘅內餐，有紅棗桂圓啦，有呢個芒果西柚啦，再加埋椰香白香果係咪？又好食又好有效嘅內餐啦。仲有咧，沙棘子油係嘛？係。沙棘子油都係啦，仲有冇啊？仲有冇呢個？普洱茶係嘛？普洱茶啦係嘛？呢個都係啦。所以即係我哋係用本土化嘅裏邊去採購，所以我哋個角度係唔同啊，個視野係唔同。其他嘅公司、其他行業咧，佢係只係自己做嘅，或者甚至乎 ODM、OEM 一啲其他廠嘅一啲攞個級牌嚟做嘛。但係我哋唔同嘅，我哋就係真係全世界去採購，全世界去搜羅優質嘅產品，去加入我哋嘅貨架裏邊嘅更加豐富。第4個就係話，我哋嘅數碼化啦，頭先阿桑都有提到啦 AI 啦，係咪？而家硬係講嘢咧，你唔講 AI 好似我好落後啊嘛，梗係要加佢 AI 嘅，咁啊真係事實嘅，係真係事實，呢個大勢所趨。OK， 我哋嘅全球化，包括我哋嘅 AI 嘅智能商城啊，我哋有成套嘅網上培訓系統啊，有我哋嘅係都你高呢個功能啦，全部呢啲加埋頭先好消息啦嚇，加埋阿桑講咗嘅，我哋有一個係自動嗰個大優購嗰個選擇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係幫助到我哋嘅市場，幫助到好多消費者嘅。咁呢個係大多位都係不遺餘力啦，我哋不停係發展呢件事啦。同埋啱啱上個月我哋去完煙台啦，好榮幸地啦，咁能夠參與咗艾多美公司同三星 SDS 嘅機構即係合資喺煙台，我哋建立咗一個好有規模嘅國際物流中心。OK， 為咗迎接唔係而家嘅新時代，係嚟緊5年、10年、20年我哋嘅龐大發展啦。呢個物流淨係呢個物流嗰個 campus 裏邊咧，一日啊，我哋可以支撐到2萬件產品嘅發放。一日啊，2萬件產品，你計下呢個規模係相當大，係預備。其實艾多美就已經係鋪墊咗我哋嚟緊嘅將來，呢個好好嘅一個計劃。第5樣嘢啦，企業嘅文化同埋呢個企業嘅責任、社會嘅良心責任啦。咁我哋艾多美嘅經營咧係本住一個好重要嘅正善上良、正直善良一個正直嘅一個經營方法。我哋唔會用一啲取巧嘅方法，唔會用一啲係即係偷換體面啊，或者係一啲唔好嘅經營商手法啦。我哋全部都係真愛靈魂，我哋全部都係以人為本嘅一個企業啦。再加埋艾多美，我哋每個月、每季、每年咧喺全世界不同地方都係做緊慈善。OK， 我哋賺到錢，我哋每個地方能夠有盈利嘅，就要撥翻一部分嘅盈利咧，去幫翻當地嘅社會弱勢社群，幫翻有需要我哋幫助嘅。咁呢個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企業嘅良心責任。咁呢個艾多美全部有晒，所以呢幾個價值咧，亦都唔係間公司可以揾到嘅。呢個係坦白講，呢個都係唔係咁睇到，所以艾多美係好獨特啦。OK， 好啦，咁有説話啦，話成功就唔係一個目的地，成功係一個旅程，即係成功係一段旅程。咁我哋睇下艾多美點解會咁成功？艾多美你知唔知我哋連續2年啦，喺22年同埋24年啦，舊年啦，打入咗全球嘅100大嘅直接銷售，即係 direct sale 嘅全球嘅100大裏邊嘅，我哋竟然排到去全球嘅 top 10，我哋係第10名喎。以一間年資唔係好長，年資相對下比其他公司，我哋係超越咗好多嘅其他嘅企業啦。我哋能夠提到舊年已經提到 top 10，全球第10大嘅。一定係同佢嘅策略做翻咗，佢一定做翻咗好多嘅策略啦。我哋所以大家分享下，第1.0啦嚇，最先嘅，我哋會夥拍我哋嘅供應商。點解我哋可以賣到優質產品而控制到個成本價咧？因為我哋有2大嘅機構合作，一個係韓國政府原子力研究院，一個國際知名嘅一個嘅科研嘅屬於政府嘅機構啦，再夥拍埋科馬集團。科馬集團即係全球嘅首屈一指嘅一個製造業嘅製造健康產品啊、化妝品啊、日常用品嘅一個公司啦。全球平均而家有80%嘅一線品牌都係科馬集團嘅名下嘅一個產品。科馬集團1920年創辦，1920年即係超過咗100幾年。咁佢夥拍埋原子力研究院組成一個科
方馬 B&H 嘅公司啦，咁啊同我哋獨家去生產我哋產品啦，做我哋嘅一個供應商。OK， 2015年喺受以上嘅事嘅。OK， 呢個公司啦，呢個第一1.0啦。2.0嘅就係全球採購啦，因為我哋嘅視野，我哋唔係好局限咁，淨係睇住自己做嘅產品，我哋去全世界搜羅。OK， 會長講過呢個意思係咩咧？佢話我哋要將全世界最優質嘅產品連結咗全世界嘅消費者，去打通呢個真正流通樞紐。OK， 所以我哋做緊 GHS 啦，係嘛？有咩例子啊 ？GHS 產品我哋大家可以頭先全球嘅有咩？台灣嘅我哋賣緊咩啊？即係跳舞啦、苦瓜啦，係嘛？有我哋嘅19歲泰嘅一個專利啦，係嘛？攞咗3大嘅發明專利啦，19個國際級嘅專利啦，仲有冇？私有性。仲有冇？私有性。牛油果油，美國嘅牛油果油啦，係咪？牛油果油係啦。仲有咧？苦乳枝係嚟自馬來西亞嘅。原來馬來西亞用苦乳枝係有400年歷史。OK， 苦乳枝呢一種嘅植物係馬來西亞嘅國寶級植物。OK， 我哋係而家用緊嘅苦乳枝對我哋嘅呼吸系統啊，對我哋循環系統啊，或者嗰個免疫系統都係好有幫助嘅。呢啲全部都唔係普通嘅產品，全部都係一啲係好優勝嘅產品。我哋能夠做到呢個動作，呢個策略咧，我哋嘅眼光係好遠嘅，係真正係打通咗全世界，打通咗所有供應商同埋全球嘅一個共贏嘅。OK， 第3步嘅2019年喺6年前嘅喺韓國首先開辦嘅，我哋有個 Ajamo 合作商城，我哋超過幾萬種嘅品牌啦，10幾20萬個 SKU 嘅產品啦，乜都有啦，日常用品、所有消費品、必需品，即係所有嘅品牌合作，我哋都用緊嘅，已經係開始有個咁嘅商城裏邊嘅，我哋可以一齊共享。除咗共享優質產品之外嘅，我哋仲有購物積分啦，仲可以有個獎金嘅一個嘅優惠啦，即係等於好簡單。如果你諗深一層，我哋繼續咁發展落去，透過呢個 Ajamo， 我哋代理緊咧，不單止係銀行嚟嘅。我哋經營者，我哋係代理緊全世界所有商品，衣食住行所有商品都係我哋嘅生意，都係我哋嘅一個嘅工具，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睇到就係真係全面覆蓋啊！我哋唔使用東風啊，呢個都可以全面覆蓋到，全球覆蓋到嘅呢個係啊。OK，last but not least 嚟緊我哋嘅 A-Care 啦，頭先阿Sean都有講過啦。A-Care 係一個好完善嘅醫療保健嘅平台。OK， 我哋透過呢個平台，我哋結合咗專業嘅醫療團隊、醫生、化驗室呢啲嘅所有嘅 AI 嘅科技啦，去監察住，去保持住每個我哋嘅消費者嘅健康啦，有一個實時嘅監察啦，同埋一個好嘅意見俾到佢。唔單止淨係健康食品。甚至乎佢要做咩運動啦，佢嘅飲食要注意咩地方啦，佢嘅作息係要需要，全部都係由專家去同佢分享，專家去同我哋講呢件事嘅時候，大家期唔期待呢個 A-Care 可以落地香港啊？期唔期待？即係我覺得好期待，因為呢個係真係大趨勢，全球大趨勢。OK， 咁所以我睇下個前景啦，我分析下啦，有兩個報告啦，舊年呢個係全球500強啦嚇，呢個財富中文網裏邊。第1、第2位嘅全世界最大嘅生意咧係咩咧？第一個係沃爾瑪，第二個係亞馬遜。OK， 沃爾瑪同亞馬遜係賣咩產品嘅？生活用品。沃爾瑪、沃爾瑪、亞馬遜賣緊咩產品啊？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用品、家庭用品、家居用品係咪？個人嘅用品係咪？職業用品，即係所有呢啲係日常用品啊嘛。原來全世界最大嘅財富，各位，全世界最大嘅財富入到500強，第1、第2位嘅。就係日常用品，藏咗喺老百姓嘅一啲嘅生活必須嘅呢啲錢裏邊，呢啲唔好睇係小錢啦，呢啲係大錢嚟。OK， 再加埋啦國家嘅一個2024年嘅大健康嘅一個呢個高峰會裏邊講咗，嚟緊5年裏邊咧，全世界對大健康嘅嗰個訴求咧係會一個係極速增長，由舊年嘅9萬億嘅年收入啦，去到2030 5年後嘅跳升到29萬億，即係話。健康呢個趨勢係大勢所趨。我想請問，日常用品、家庭用品、健康用品呢啲係咪好熟啊？係邊間公司做緊㗎？大光明。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風口咯。OK， 另外一個預測啦，呢個都係實際預測嚟㗎啦。我已經係引證咗會長同埋每個地方嘅發言咗啦。
定咗就係我哋喺嚟緊呢5年2030年裏邊，由舊年嘅124億人民幣嘅業績，要去跳升到去2030年嘅500億人民幣。OK， 咁即係乜嘢？即係乜嘢？好簡單啊！呢個好簡單嘅啫，我哋唔需要水晶球，即係話嚟緊呢5年就係最佳時機，我哋去發展艾多美。因為呢5年裏邊，隨住呢個400幾%嘅增長咧，會帶動到我哋嘅全球業績，亦都會幫助到好多經營者可以成功，可以得到一個自由、財富自由啊，甚至係一個好可觀嘅財富啦。咁呢個真係絕對嘅。咁阿雷軍講過啦嚇，小米個總裁講過啦，就係咧，如果我哋能夠捉住到市場風口，捉住到呢啲浪尖嘅咧，連豬都可以起飛嘅。咁當然我哋梗係唔係豬啦，我哋好叻嘅人啊嘛。即係個比喻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我哋普通人咧係好難咧去捉到呢啲咁嘅浪尖嘅，係好難啊捉到呢啲咁嘅風口嘅。但係今天我哋嚟到艾多美，或者你即將會嚟艾多美，請問呢5年裏邊係咪正我哋做緊呢樣嘢？健康、日常用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嘅大嘅方向裏邊。OK， 好，咁講埋我哋嘅最後嗰個規劃啦，持續會加碼投資啦。咁呢個除咗而家嘅投資之外啦，你聽到阿信講咗好多好消息啦。中國啦，我哋會好快啦，我哋喺第1季度嚟緊咧就會正式開幕啦。我哋喺煙台有一個係產品體驗中心，集體驗集呢個研發同埋呢個展示嘅成個大樓啦。下一次去煙台咧，大家有機會咧就去參觀下我哋嘅研發中心啦，會繼續再投資嘅。呢個不單止係呢個啦，再加埋就係我哋會拓展新嘅產品。中國亦都定咗目標喺未來3年裏邊會增加到50種嘅中國出口產品走向全世界嘅，包括健康產品，包括智能家居產品。我哋期待已久嘅即熱水機就係其中一個啦，係咪？其中一個我哋嚟緊會享受到，即係話呢3年源源不斷，我哋會有好有競爭力嘅產品引入市場，而重點就係話下一步嚟緊呢5年10年咧，我哋要全力開發一帶一路國家。各位，你識得明，你明白，你聽明白咧，你應該好興奮。真正全球嘅南海市場，一個好大嘅南海市場，嚟緊呢幾年我哋會開發嘅。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同埋長期主義啦，我哋唔係做短線，我哋亦都唔係追求話，我哋要做到全球第一。我哋要追求係咩啊？我做100年嘅企業。OK， 艾多美絕對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啦。因為艾多美佢真係用咗核心價值，就係話優質產品係我哋基石。OK， 我哋有優質產品、低價錢、大眾化嘅，呢啲係必需品啦。再加埋我哋嘅生意模式作為一個推動力。OK， 有一個簡單、好容易嘅，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生意模式啦。再加埋就係對未來嘅規劃，我哋嘅供應鏈，我哋嘅所有嘅投資後續嘅投資啦，呢個都係造成咗一個非常優良嘅一個生態環境。OK， 即係話喺呢5年裏邊 ，OK， 我唔需要水晶球，唔需要睇相㗎啦，大家跟隨住呢隻航空母艦艾多美呢個咁嘅形容啊，真係航空母艦嚟㗎啦。OK， 能夠真係打拼一齊呢5年咧，係絕對可以成功嘅。OK， 我話最後一樣嘢啦。咁上次去煙台，早2次煙台，好偶然間坐我隔離有一位女士，韓國嘅女士，我唔識佢嘅。咁後來傾偈之後咧，原來知道咧，佢係我哋韓國嘅大上線嚟嘅，即係其中一個嚇，其中一個大上線啦。咁佢做咗14年嘅艾多美，佢係一個家庭主婦，冇做嘢㗎。佢之前冇做嘢，係家庭主婦，即係湊小朋友咯。佢做咗14年，佢而家係皇家大師第5級皇冠領袖俱樂部。而最犀利嘅話，佢話我聽喺佢組織下邊已經有6位嘅皇冠大師。哇！有6位嘅皇冠俱樂部，即係話下邊淨係組織下邊有6位嘅伙伴咧，年收入講緊超過40萬美金喎。咁我就好多口問下佢啦。咁你大概每日有幾多 PV 咁啊？咁佢即開晒咁嘅題目。我一睇行嗰條，佢話我每日最低嘅 PV 超過3個億 PV 一日，每日3個億嘅 PV。咁我又好問下佢啦，即係大概即係幾多？即係大概而家1年賺幾多錢啊？佢話我冇認真計過啦，佢話應該20零30萬美金。一個接近70歲嘅退休家庭主婦，真係叫做佢都係亂打亂撞，佢都唔知道艾多美係乜嘢。10幾年前就係咁樣堅持到而家，擁有今天嘅成就啊！即係我哋成日講句説話，我哋唔係富人嘅後代啊嘛，但係我哋好榮幸，我哋可以成為富人嘅先祖。艾多美係咪可以傳承3代啊？係。今日大家嘅努力 ，OK， 唔係為咗今日嘅，我哋除咗為咗今日之外，嚟緊呢5年最佳時機之外，為咗我哋嘅下一代，為咗
咗我哋嘅成功加速。OK， 所以最後送8個字，把握而家呢個機會，而家係最佳時機，我哋一齊成就未來。多謝大家。